話說上年坑口寶寧路迴旋處被強制轉換成用垃圾同綠燈操控嘅十字路口之後，經過路口往往浪費多2-3分鐘。結果呢幾日又有新搞作，因為路口要鋪瀝青，抬高作永久路面使用。4月3日至7日嘅長公眾假期，寶寧路十字路口於日間只開放4個左轉路口，並且保留一條寶寧路東行嘅行車線，其他方向嘅車都只能左轉及兜路。至於凌晨時分就保持全路口封閉，只保留寶寧路轉左入影業路嘅行車線。呢條嗰隻冇啊，唔理啊。